在好命人君，好命人君，主耶稣就是真我路。世上纷乱，人生目标，只有志向。上尾讲着稳定、福气、欢喜、平安，为地州人中间吼，这有影是咱来敬拜上帝，咱有当希望今年咱上愿望得到着稳定、福气、欢喜甲平安。来，咱续来唱回应诗384首。主讲若要做我学生，这条着咱着真实吼。来，咱预备前奏。主讲若要做我学生，来。主讲若要做我学生，那你是要给我真情，放心努力，让你是个真实谦卑的心内底。咱这吼一节一节吼。主讲若要做我学生，一句也我是地，缀我真情，这么一句，咱安尼来唱看嘛，来，主讲若要做我学生，也我是要缀我真情，甘心努力呀。真实谦卑的心内底，点赞，也是个无遐难他，主的帮咱从你的家，也你是个行行，主的归啊。情人情，第三首。也你是个勇敢无惊，地主配那威严的命，命默默时时关心，我你的平安做给第五
早上尾一早，耶稣基督耶你是个，啊你你就他阿门。有耶你是个啦，他的眼光望。咱练习到这，大家准备先来做礼拜。请安心、安静、当心来敬拜上帝，走噶。
成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，有稳定甲真理满满，搁咱捌看见伊的荣光，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。查到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，圣诗65首，圣诗65首，请起立。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，并12月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。打坐伫咱上帝大名，伊要对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各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48篇。咱所听见的，啥人会相信？上主予伊的仆人，亲像新的眼爆出来。伊无好形象，无好看头，
通吸引咱。伊互人看轻，受人气煞。人黄面无看伊，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。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，伊为着咱的过失，互抢责。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上主将咱众人的罪拢归伊身上，伊受压迫，受苦楚。伊亲像羊羔，互人牵去抬，伊拢无出声。伊受无公道的审判，互人掠去。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。虽然伊无用暴力，人将伊甲歹人抬做对，总是上主的旨意，互伊受鞭拍、受苦楚。伊会当岁寿，看到子子孙孙。经过受苦，伊会看见光。我义的仆人，要互真侪人称作义人。所以，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。因为伊放下性命到死，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阮要学乐你，你是阮的拯救者。阮要用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阮要唱歌学乐你。因为你是大权能的上帝，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。天属伫你，地也属伫你。你创造了宇宙甲其中的万物。你是古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要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你是荣耀、尊贵、有权柄的爸。既然你所创造、所行的事，拢是极奇妙的神迹。我着用人的想法测度，阮受造也有你伟大的计划。生命所经历的艰苦甲快乐，也拢有你奇妙作为。阮着称上主为大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知影凡事爱感谢，不管是好事、歹事，拢相信有你美好的旨意。伫逆境、顺境中，阮也用诚实来感谢你。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阮常常想起你的慈爱、恩典、你的荣耀作为。只有用诚实的感谢，才会通互阮更较靠近你。阮要感谢你，你应允阮讲，当阮学了你，你就要除去阮一切的捆绑。互阮伫你的内面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，你要除去阮一切的病痛，互阮有一个健康的身躯甲心灵。你要除去阮一切的邪念、邪恶的念头，
互阮伫属灵的征战中，成做一个得胜者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愿意甲你同心，甲你同行，祈求伫你的内面，阮有满足的喜乐、健康的身躯甲心灵。阮要高举你的名，求你怜悯阮正罪人，求你坚定阮对你的信心，搁帮助阮伫祈祷中经历你的信实，互阮真正认捌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赏赐互阮有智慧，搁教导阮要安怎来过好的每一天。求你保护阮，甲阮同行，伫甲你的同行中带领阮学习温柔、谦卑、顺服，学习你的款式。阮的心中有真侪家己，真少有耶稣的款式，所以互人只看见阮的有罪的阮，跋倒互阮伫阮的心上看见你的温柔甲谦卑。人甲人的纷争，国家甲国家的战争就安尼来发生。求主帮助阮，无搁再以家己为中心，帮助阮通渐渐以你为中心。若安尼，相信纷争、战争就会来减少，人甲人就会和谐。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心上。虽然阮捌对路，即马阮愿意受你改造，阮立志放掉充满罪性的家己，伫谦卑顺服中学习你的款式，学习你对人的宽容、关心甲疼。阮拜了以上的感谢祈求，求你降力即时，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吟讲。
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到11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226页。新约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到11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226页。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了甲上帝平等，做伊所着接受的，反倒转摒空家己，取罗卜的形状，成做人的样式。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家己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，赏赐伊迄个名盘过伫万名的顶面的，互囝仔伫天、伫地、伫地上的，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有无跪拜，无一个喙无称呼耶稣基督做主，来归荣光俾上帝。请黄泽燕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向下的道路。插到额头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的爸，阮的上帝。当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求你的圣神，通将阮过去一礼拜着活、流目屎、欢喜、快乐，拢总通献伫你的面头前。主求你的圣神，伫即时放落阮的重担，通享受伫你内底所充满怜悯、慈爱的，阮通过敬拜你，重新得到快乐，通跑走阮伫世上着跑走的路程。就伫你面头前谦卑恳求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毋知有人感觉讲，我足爱受苦，我足爱破病，敢有人？我相信无人讲我足爱受苦，我足爱破病。但是，咱敢捌想过讲，咱若失去迄个疼痛、痛痛的感觉的时阵，咱的人生会变做什么？咱若失去痛的感觉，咱的人生会变做什么？你无法度保护你家己，你去摸着火，你毋知影迄会烧会烫会痛，所以你的手毋知影哪通揪断。你的骹去踏着钉仔，你可能你嘛毋知影讲你的骹会痛受伤。所以有当时咱讲上帝咧创造人，充满着真侪奇妙，互人知影啥物是痛、疼痛。所以因为疼痛，咱有法度去保护家己。所以我有一个医生咧讲，疼痛是上无受欢迎的礼物。啊，你讲你有疼痛吼，你讲上好嘛。但是人若袂失去疼痛的感觉，咱有可能就无法度保护家己，有可能会先丧失生命。有当时咱咧思考上帝的奇妙，特别咱伫即大灾这世纪的中间，要讲起准备讲耶稣的受苦，常常咧讲到耶稣道成肉体，到底耶稣道成肉体是甚物款的一个状况？咱当时拢无法度
真正去感受到迄个完完全全成做人上帝的囝，迄种的疼到底是啥物？有一本册叫做《世界咧等待的门徒》，是一个英国足出名的福音派的作家牧师，叫做 John Scott。伊伫在生的时阵所写上尾的一本册。这本册其实伊原来的名英文原文的名叫做《The Radical Disciple》，极正来使甲讲翻做迄个讲激进的门徒。有可能迄个 radical 这个字，有出版社讲这个字伤过负面，因为激进有当时拢是安那真偏激，有的激进会变做啥物？真若要用政治的光谱来讲，可能是伫正边上正边，也是啥物上倒边遐迄落。所以台湾咧甲翻这本册的时阵，阵甲翻做讲世界在等待的门徒，世界咧等待的门徒。但是我讲 radical 这个字，其实毋是干那迄种极进即种的意思啦。伊其实还佫有全然委身、全心投入，也是讲对根求底即种的精神的意思伫内底。所以我咧想，这个 John Scott 上尾一本册是安怎会伫遐咧用迄个 Radical Disciple 即个诚做伊的册名？伊可能毋是要讲咱爱偌激进，是要叫咱全心投入、全然委身。但是伊伫伊即本册的序言上尾的时阵，伊真清楚点出讲，今仔日的基督徒所面临到的挑战是啥物？伊伫迄个所在安尼咧讲，人偏偏诚做极真的基督徒的门徒，时常用的方法就是选择性的服侍，就是选择性的服侍。选择委身伫适合咱的服侍，代表需要付出代价的服侍。我毋知影，当咱若听到这个 John Scott 伊咧讲即句话，咧讲出今仔日的基督徒，今仔日咱的问题是啥物的时阵，你的心敢会伫迄个所在讲啊？我听做真侪信仰前辈，因咧讲起，当因少年的时，伫教会服侍时，教会欠啥物，因就投入伊伫迄个内底；教会圣歌队欠人，因就来参与圣歌队；教会主日学需要老师，因就投入伊伫内底。但是渐渐，咱的社会，台湾的社会开始步入了后，逐个人开始咧选择讲，啥物叫做我的恩赐？所以台湾有真侪教会伫遐咧讲，叫做恩赐侍奉。老实讲，我对即句话一直保留持保留的态度，一直咧讲，我讲小可毋对啦。当然爱照恩赐来侍奉，但是迄毋是绝对的。所以 John Scott 伫遐咧讲咱诶迄落时常用咧闪避，讲诚做一个全人委身。伊遐讲写激进，我讲迄应该叫全人委身啊，全心投入的门徒，用咱时常用的办法就是选择性的服侍。即句话伫遐爱互咱反省，搁一遍咧提起讲，咱的服侍是毋是用我做中心，咧选择讲我介意做的代志，选择讲我要做啥物，我无要做啥物，毋是伫迄个所在咧听上帝的声。上帝交代咱伫即个时阵的使命是啥物？当时咱嘛无想要伫迄个所在付出代价，迄个代价有可能是咱的时间，有可能是咱的精神，有可能是咱的金钱。我要做较勤恳的代志就好。亲像我的囡仔，
伫小学1年，放学回来真得意咧，甲我讲，爸，讲啥物代志？我甲你讲，我今日已经甲老师宣告，讲你宣告啥物？我甲老师讲哦，我要学迄简单的字倒的，困难的字我不爱学。我当时咱可能亲像我的囡仔呢，真天真讲，我干那要选迄个简单的代志就好，无要选迄个困难的代志。这种的选择，会互咱行一个顶头的复赛。咱不知不觉的中间行对顶头的复赛。什么叫做顶头的复赛？愈来愈强调专业化，愈来愈爱看讲，迄个有法度来显示什么款的威严无？中世纪的教会，其实渐渐对这种的内底变做一个真看起来表面真庄严，但是真脆弱、无内容的教会，信仰渐渐之下来失去。所以伫这个大灾世纪内底，咱要通过《腓立比书》第2章第40到11节，搁一遍来反省，搁一遍来提醒咱家己，咱是毋是愿意搁一遍伫进入这个受难周、受难日、迎接耶稣过来日子的时阵，搁一遍来立志，甲耶稣讲：我愿意跟对你，我愿意超找你的旨意、你的心意来跟对你。今日这个圣经第50个所在，安尼咧讲，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句真短话，也咧讲，恁着有耶稣基督的心志。这句真短话，咱通来问：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志？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志？迄个恁到底咧指什么人？咱拢讲恁，有包括我无？有包括我无？咱咧读这段圣经时阵，保罗咧甲以弗所的教会讲，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当咱咧读的时阵，有包括我。其实，当我咧准备的时阵，我去看到马丁路德的译本，我真趣味。伊伫个所在讲，恁爱伫共同体来持有甲基督耶稣三对应的心。伊伫个所在讲，恁爱持有迄个甲耶稣基督三对应的心。也咧讲起，讲伫共同体，还是讲伫一个群体？迄个群体当然指的就是教会。咱伫教会内底。咱伫教会内底爱来超找迄个甲耶稣基督有三对应，会使回应，会使互相呼应的心志。第50个时阵，伊安尼咧讲，我讲，迄个马丁路德伫咧翻译圣经的时阵，伊的心有可能真强烈去感受到讲，教会伫即个。要改革，需要改革的中间，是要做伙来回应上帝，回应耶稣基督伊所挑战迄种的心，咱来去回应，咱来去呼应。所以伊甲第50讲，恁爱伫共同体来持有甲基督耶稣三样的心。咱会用安尼来看的时阵，伊咧讲。迄个耶稣基督三义，耶稣基督要甲耶稣基督的啥物三义？也是讲，伫咱的圣经的翻译内底咧讲，迄个耶稣基督的心志到底是啥物？迄个心志其实就是对第6节一直到第11节的所在所咧讲遮的。伫第6节到11节内底，伊咧讲耶稣基督无滥觞用家己的地位。伊
伊伫迄个所在处罗卜的本质诚做人，伊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咱敢袂人善用家己的地位呢？但是咱来思考看卖，有当时咱来去教会病院，咱拢望讲啊啦，教会病院伫看病的时阵会使甲我拍一下。咱家己的病院，所以我去看病，应该甲我拍一下，看至少即个挂号费会使甲我减50块嘛好。当时，咱有当时会亲像安尼去想要用咱家己的地位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要做啥物？当时咱嘛袂去操罗卜的本质，诚做人。罗卜就是要服侍人的。但是咱时常拢毋望讲，人会使来服侍我，人会使来服侍我，咱甚至定定毋是咧顺服、谦卑顺服上帝旨意，咱毋望讲上帝会使听我的、照我的，咱拢想要去用咱的双手去摇上帝，讲你来照我的啦，莫照你的，你照我的就好，安尼我较好做。其实，咱会时常伫咱的信仰中间会发现，咱来去真心反省，咱会发现即种的代志，不断伫咱的生活内底来发生。毋是干那安尼尔，伊讲迄条往下的路，这是一条往下的路，无要用家己应该有的物件，愿意伫遐拼空家己处罗卜的身份，出时甲人共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。这是道成肉体，道要成做肉体的时阵，是爱拼空家己。咱要怎样来甲即种的耶稣基督三甲合用？是毋是咱愿意拼空家己？拢毋是安尼尔，拼空家己了后，对第10节开始，对第9节开始，伫迄个所在开始咧讲上帝家己，家己高举，赐伊名。毋是咧高举家己啊！上帝毋是自我高举，迄个所在毋是自我高举，伊伫迄个所在爱人，互人会使宣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但是咱嘛时常伫迄种的场面内底宣扬家己是主，咱拢想要做主人，想要伫迄个所在会使掌控，想要伫迄个所在掌握着。所以，其实对耶稣基督的心志，对伫第6节到11节咧表现是一个先爱往下家己爱愿意往下，然后上帝较高举起来的一条路。这条路是咱爱每一个基督徒爱去学习的一条路。这条路是一个道成肉体的一条路。这条路的内底，时常会去问，咱有失去疼痛的感觉。这条路的内底，你若已经失去疼痛的感觉，你袂去感受到痛。啥物是痛的时阵，你无法度去付出你的痛。台语真趣味吼，台语咧讲，迄个咱会感觉迄种的疼痛。痛痛，无即种的痛痛，咱就无法度安那去疼别人。即种的内底，道成肉体即条路，其实就是上帝咧讲出，伊感受到人坠落伫罪内底，伊迄种心内的疼痛，迄种的疼痛、痛痛。迄种的痛痛的中间，伊互伊的囡仔，互伊的独生囝，成做人。上帝毋是一个无底界的上帝，上帝听，上帝看，上帝感受到人伫艰苦的中间，伫痛苦的内底，伫种绝望的中间，上帝互伊的囝，成做人的样式。
耶稣的心志，就是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，伫迄个所在放弃、放杀迄个本来甲上帝有平等的地位，有甲上帝有迄种上帝的身份，伊放杀遮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敢有法度亲像安尼来做？当时，咱对家庭、对翁仔某、对家庭、对团契、对教会内底，咱其实拢着爱学习，要怎样摒空家己，要怎样伫迄个中间来学习，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志？这是一条往下的路，是一条咧往下的，甲咱一般咱的社会咧追求迄条路无共款。咱的社会咧教咱的，就是讲咱爱成功，咱爱赢过别人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来的一条路，若伫咱人的眼光来看，迄毋是一条成功的路，迄是一条失败的路，甚至伊的失败到尾要付出代价。但是，这是一条需要 radical 的一条路，这是需要真激进、全然委身、全心投入的一条路。伫这条往下的路的内底，无法度互你三心两意。这条往下的路内底，爱咱三甲做伙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，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所以，伫约翰福音第1章13章第1节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安尼咧讲，讲伊一直有听，伊一直有听这世间属伊家己的人，就听伊到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其实每一个人拢承受这个应允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要听咱听到底。伫这个听咱听到底中间，伊以爱咱会使去回应，咱要安怎来回应伊这种的听咱听到底？咱是干那一直接受这种的听道，还是咱想要甲伊学伊，甲这种的听分享给别人？所以，咱咧读，今仔日咧读，一开始咧读诶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，伊伫迄个所在，就安尼咧讲，讲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保罗用这个来形容讲，迄个耶稣基督的心志，咱要安怎去学耶稣基督的心志的时阵，伊用这句话来讲，讲迄个往下的路。迄个道成肉体这条路，当咱成做一个基督徒要来学的时阵，要来回应的时阵，其实就是用安尼，无顾家己，嘛毋是干那顾家己，嘛爱顾别人。毋是讲无顾家己，是顾家己的中间，咱嘛爱安那顾别人。马丁路德甲这句话翻做讲，你毋是干那咧服侍家己。恁嘛爱去安那服侍别人，爱去服侍别人。所以，当咱伫即个大灾祭期伫遐咧散思，伫遐咧想耶稣基督咧行各各他即条受难的路的时阵，伊爱咱毋是干那顾家己，毋是干那服侍家己，咱嘛爱顾别人。嘛爱去服侍别人。伫这个祭期中间，大灾祭期的中间，毋望咱三甲做伙来提醒，当准备要甲耶稣基督行这条受难的路，迎子搁活的阳光的时阵，咱爱互相来提醒，咱毋是要行伫迄个顶头的路，咱是要学习。
行耶稣基督迄条下骹的路，爱拼工家己，伫迄时阵爱愿意去服侍人，亲像罗伯共款，爱含人三甲做伙人同受苦痛。亲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内底咧讲迄个教会，真呐通过疼甲受苦，真做毋茫的记号。但是有当时，咱时常拢敢若讲，我想要通过疼来真做毋茫的记号，无想要受苦。这嘛是 John Scott 伫伊迄本册的第一个事言的上尾咧，甲咱提醒的。受苦爱付出代价，受苦爱付出代价。有当时，迄个受苦可能毋是啥物身躯顶头的艰苦，有可能就是迄个受苦，你可能爱忍受讲，我可能较晚食饭。本来我拢6点食饭的，我为着服侍，参与伫服侍，我可能爱刷到7点半才来食饭。12点半钟的时间，有可能，迄嘛是一种的受苦，但是迄就是一条下的路，愿意为着耶稣基督，为着别人，我牺牲一点仔，我本来原本应该有，应该使享受着。咱来去学习，要怎样全人委身、全力以赴，即种咧讲的 radical 的道路。当然 ，John Scott 伊伫迄本册内底有咧讲起讲有7种咱爱去学习的代志。那迄7种学习的代志，其实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宣教来讲，迄就是咱咧讲的顶全的宣教的6个面向，咱要安怎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伫咱的生活中间去家己好好啊过好势。迄个6个面向。有了安尼，除了显现家己了后，嘛会伫迄个所在来学习要怎样来服侍别人。耶稣基督来是一条服侍的路，一个服侍别人，嘛是伫迄个所在，互咱三甲做伙学习，做伙彼此洗骹，做伙彼此扶持，行向上帝讲的一条路。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我代表台南新学院来到伫这个所在，爱甲大家兄弟姊妹请安，爱甲大家兄弟姊妹感谢，因为过去府堂内底教会拢伫新学院的纪念主日的时阵，为着新学院的需要来奉献关心。台南新学院面对着真济的挑战的中间，犹原伫遐徛在。迄个徛在毋是人会到，是上帝的恩典甲怜悯。新学院的即个教室区，伫2年前开始翻修整修，差不多今年应该会使好势。到月以后，学生有可能会使转去到即个教室区内底来上课来做礼拜。所以伫过去的2年中间，其实学生真无上课的所在，有当时伫旧的图书馆，有当时爱走去伫迄个创音堂迄个所在吼，较无法度行着。啊，真感谢上帝的怜悯恩典，互因虽然安尼伫迄个无稳定的中间，学校犹原继续伫遐来发展。请大家爱为着新学院的老师。为着新学院的学生来祈祷，互老师有法度伫迄个所在，真正会使全然投入伫遐来教学，来形成诚做灵性，诚做一个信仰的形成来伫遐培养。也为着这学生来祈祷，因通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志，学耶稣基督迄个下的这条路。落来，伫遐学习，来回应耶稣基督对因的呼召。咱嘛爱毋茫
咱兄弟姊妹会使来为着新人院的需要，因的经费来奉献。或者老师毋免为着经费伫遐来走走，会使好好来办学校。我相信，咱有缘通过为新人院老师、学生来祈祷，共同为着因的需要来奉献，咱会使参与伫新学教育的内底。但是我嘛要互相提醒，虽然今仔日是台南新人院的奉献主日，敢毋通袂记得。伫祈祷中间，有缘继续为着玉山新人院、为着台湾新人院祈祷。该咱其实是一体，三间新人院是一体，拢是咧培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搁过来未来的牧者、传教士、传道者的一间学校。所以，请咱嘛为着因来祈祷，咱三甲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伫你的听中间，主阮知你怎样屈家，你怎样谦卑，摒空家己，成做人的样式。这是你的心志，求你的神帮助阮，知要怎样来回应你这款的心志，互阮成做一个全然委身、全心投入的一个基督徒。来回应你对阮的疼，你对阮的怜悯，帮助阮，坚强阮。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做伙来念两摆。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。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。三角来吟圣诗，回应上帝的话。圣诗384首，384首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
请吴慧芳执事、庄博雅执事、廖穗芬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报告，请看周报第53页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今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特别派黄泽燕牧师前来讲道请安，多谢黄牧师，请兄弟关心奉献。第二点，教育组定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电影分享会。小组甲牧区消息：第一点，双年团契定3月20，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，邀请蔡尚志长老分享台湾的罗马之旅，请客友参加，有准备午餐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订正。周间聚会甲后周成功受访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互咱伫遮嘛要恭喜陈胜静长老甲佩金长老娘因的第二公主英豪吼，嘛伫顶礼拜拜时来已经登记结婚，因预定伫明年要举行婚礼，吼，咱嘛恭喜即对少年人。好，即时咱来祈祷，为着台湾，为着世界，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，嘛今仔日咱听见台南新学院的需要，咱嘛来祈祷。为着咱教会建堂事工，为着咱各样的事工来祈祷，嘛为着怀孕的姊妹明医雨桥，吼，即礼拜嘛真恭喜，咱有加一个名单是木仪，吼，木仪就是李医师甲闵素杰的查某囝，吼，咱嘛恳求主来帮咱扶持。咱嘛为着身躯欠安伫处理疗养的，遮个兄弟姊妹庆福兄圣时节，
慧玲姐、邱菊姐、北长老娘阿卡姐、西江兄明珠姐、邓妈妈、道明兄、俊生兄、张老师、公基姐、陈其雄长老、以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各员兄、幼庄兄。中正长老嘛已经转去处理疗养，吼，咱嘛继续替伊祈祷。所以即是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机体来祈祷。主安感谢你，透过今仔日你的话，搁一摆来提醒，阮毋若是过家己的事，阮也爱过别人的事。伫祈祷的顶面，就是阮伫过别人的事。主，阮无法度来担当阮遮兄弟姊妹因身躯的病痛、因的艰苦，总是主，阮会当伫祈祷的中间不断地纪念因。主，阮恳求主你来怜悯提醒，互阮伫祈祷的事顶面看见阮家己的责任。主，阮咧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有兄弟姊妹拄仔经过手术伫处理疗养的，主恳求你也保守帮咱，有诶伫复健、长期伫病痛中间呢，也恳求主搁较侪怜悯，享受因信心，互因会当伫你的恩典的内面，每一工有得到你的气力甲因同行。阮也恳求你来看顾阮遮的怀孕的姊妹，明依、雨乔、甲木仪。互因甲因巴肚内囡仔拢会当平安，也恳求主来陪伴遮个家庭，互因会当来迎接上帝你所赏赐互因的囡仔。阮也为着建堂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咱，互阮不断来修正，不断来超找你的旨意，互阮会当做伙同心合意来完成遮个事。也为着今仔日阮所听见台南新学院的需要来祈祷。恳求主你来扶持照顾你所设立的新学院，互遮个老师、互遮个学生，因无欠缺，会当来接受好的信仰、神学的教育。阮也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，恳求主你帮咱怜悯即个世界，即个世界失去你创造的时的美好。主总是恳求你伫即时也唤起阮所有人类的心，互阮来超找你，互阮知。伫即个世间，阮需要就是来认罪悔改，来归向你。主也恳求你保守伫各地的宣教师，互因所做一切会当有效果。也恳求上帝你赏赐你的平安，伫遮个战乱，伫遮个敌对基督教环境的中间，遮个宣教师，互因甲因的全家有上帝你的顾守。主也为着兄弟姊妹，愿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咱。特别伫即个天气真侪变化的节期，主恳求你，互阮有健康的心情，会当来服侍你，会当来学乐你。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，互阮会当对教会离开，阮转去阮家己的家庭、职场、社会、社区的时，会当归荣光互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是来吟圣诗，圣诗400首，圣诗400首，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